胜诉了风波一直标在国民党台北市议员将派军指控去年8月朱学恒甲强迫、甲强揽强金。咱若这朱学恒进前所写切结书也甲向公开了，朱学恒也承认讲确实有甲胜诉了，暂停所有节目的录影。那时代力量的党员刘树杰也互指控胜诉了，讲伊甲人乱摸。这时代力量目前是要调查，刘树杰也发出声明，讲要来退党。另外，民进党立委提名人李正浩因为这个党内反弹，也有胜诉了风波，宣布退出立委选举。喝酒的问题是我的错，我没有说任何的借口。朱学恒的面色是真叮当，为着伊骗说国民党台北市议员曾派军来的会室内，曾派军扯白伫面册指控讲，去年8月做伙食饭的时阵，和朱学恒2摆硬揽硬金，对方阁讲非伫你明仔载嘛袂记哩啊。曾派军讲家己毋是唯一一个受害者，阁公开切结书，朱学恒线顶放上嘛承认。我必须要说，这个真的是我喝到断片了，没有办法有足够的记忆跟足够的判断力。那所以，我绝对承担所有的后续后果。那么要保护当事人，那有涉及这个需要做这个调查，当事人的态度也是非常重要的。我想这样的态度很难获得社会的接受。骗诉的议题伫政坛是一直烧，后代大口告，时代力量的党员刘树杰，嘛互逼出疑似骗诉，互指控讲硬钢筋摸查某囡仔的下体。刘树杰是面册关起来激点点，找到交替党声明，是咧讲的扩大调查。那我们也非常呼吁他，不要再就是说现在这种关闭脸书的状况，尽速出来。把这件事情讲清楚。时代力量党主席王婉如讲，对受害者和社会大众是真正足歹势，嘛会调查刘树杰伫入党了后，敢有其他的性病事件。另外，媒体人李正浩嘛意外宣布退选新北市第9选区的立委选举，要给民进党一个空间。所有那些躲在荧幕后面的键盘侠，对我肆无忌惮抹黑的人，我会一一提告。民进党党中央表示尊重嘛，真可笑，希望李正浩会当坚守民主大联盟。建议上去甲接李正浩讲，永和是困难选区，建议派永和后溪里长曾明恩。记者综合报道。